12月1日，美国民主、共和两党共42名联邦参议员警告中国不要对国内抗议活动进行任何的暴力镇压，称这将对美中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害。以民主党参议员莫克利、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、沙利文牵头的42名参议员在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的信中表示，他们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的抗议活动。信中写道，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中共对抗议的反应，并指出北京在1989年对抗议学生暴力镇压，据称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。指出我们以强烈的措辞警告中共，不要再次对只想获得更多自由的中国和平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们认为这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，对其造成巨大损害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2月1日到访了中国，与习近平会晤。他向习近平表达了欧盟在白纸革命、人权及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。双方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谈，涉及多项议题。在随后的记者会上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，他与习近平谈到了最近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运动抗议浪潮。对欧盟来说，集会权是一项最重要的基本权利，受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以及国家宪法的保障。米歇尔还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，强调人权是朴实的，并表示欢迎恢复欧中人权对话，使欧盟能够专注于更广泛的人权政策问题和人权个案。米歇尔还希望习近平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，敦促俄罗斯遵守联合国宪章，放弃动用核武的想法。根据正观新闻报道，12月1日，西安一居民小区1层发生了火灾，几分钟后，高层有黑烟冒出，有住户站在窗台外的平台上等待救援。救援人员逐层排查，发现8名被困人员，其中5人死亡，3人受伤。图片显示，被封控的单元电梯关停，顶楼的逃生门也被锁死。这似乎能解释为何西安华府小区1楼起火，黑烟却只能从楼顶冒出。原本一场小火，却导致了5人死亡、3人受伤的惨剧。11月24日发生的乌鲁木齐火灾导致了44人的死亡事件，激怒了中国百姓，引发了中国境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，并迅速蔓延到了全球。在中共失败的清零政策下，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方舱项目。由于大部分感染者都是无症状，重症率较低，民间也质疑集中隔离的必要性。民间普遍在质疑中共大建方舱的必要性，认为中共是以疫情为由管控老百姓。